你就没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？说什么？汇报一下你今天的行踪，都见了什么人？7点起床，然后洗漱、吃早饭，跑步之后，整理了稿子，中午吃了饭，下午差不多就这些吧。就这些？你难道就没有遇到一些让你感到好奇，或者说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吗？没有啊。你手机是不是欠费了？能接到电话吗？能接到啊。那你今天和你妈妈打电话了吗？打了。她说什么了？就问我吃了什么，冷不冷，一些。哎，这你要问啊？出去吧。出去。不过有件事特别奇怪。这个事呢，就是有一个冤大头老板买下了我妈妈的店铺。冤大头老板？哦。很冤吗？超级冤。该不会是你吧？你懂什么？我只是觉得那条街位置不错，现在地铁、商铺都在建，未来造成一条商业街应该也不错。怎么，你妈妈店也在那儿吗？原来你今天跟我说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是在暗示我这个呀？谢谢你啦，尹老板。就这些？我要喝汤。请。你不得用行动表示吗？喂我。